有上面应该感应该传统的一个比较有自主意识的、有主体意识的女性。这出戏它呈现的一个就是这一代的年轻人啊，他怎么样去看慰安妇这个跟殖民、跟性跟暴力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悲情的事件啊。我充满信心，我觉得他们可以创造更多更可怕的假女性的东西。拍的画面真的看到演员的用心，导演，然后整个 team 的那个感觉，我看的真的是有一点小感动。我爱反串呢，我不知道，好像不正常才是一种冲突吧？你是男生来扮女生，冲突才可以看到火花吧？